Art Valley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藝術真人品，我係新嘅主持人悠悠。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知名藝術家何紀嵐先生。何紀嵐先生喺水墨藝術創作領域有住卓越嘅成就，佢嘅作品唔單止融合咗東方哲理，更加加入咗極簡主義嘅風格。今日我哋一齊行入佢嘅生活，一齊探索下佢嘅藝術旅程、創作理念同埋佢對當代藝術嘅睇法。Art Valley。Hello Eric。Hello，悠悠。咁你嘅父親何伯理咧，對你嘅藝術創作有啲咩影響嘅？有好多影響嘅，因為由細到大我都係睇住畫畫啦。咁主要佢影響我咧係教我呢個藝術嘅理念啦，點樣睇藝術呢一樣嘢。咁雖然佢冇，其實由頭到尾，我諗好多人都知嘅，佢冇特別真係教過畫畫嘅。咁多年嚟，我冇上過佢堂，但我細細個咧就成日搞搞震啦，喺屋企度啦，佢喺度上堂，我就走埋去佢個畫室度睇啲學生點樣上堂啊，搞佢啲筆啊，搞佢啲顏色啊。咁其實耳濡目染之下咧，咁就慢慢就get 到好多對藝術嘅知識啦，對中國文化嘅感覺啊，咁嗰樣嘢啦。咁其實影響就係呢樣嘢咯。同埋嗰陣時咁大個一啲咧，就教我乜嘢叫做藝術啦，同埋點樣算尊重藝術咧？點樣去尊重中國文化咧？因為自己中國人啊嘛。咁其實主要就係影響就係呢兩樣嘢啫。咁咧，我見到呢邊咧都有你細個嘅畫作啊，係咪都係受你父親影響先創作出嚟？都唔係嘅，呢啲其實呢啲就係小朋友畫嘅，嗰陣時畫公仔啦。其實88年你都未出世，係啊，導演都未出世。咁係一啲我自己當時自己覺得好玩啊，覺得對生活嘅一種體驗。因為我平時中意睇啲古董車啊、舊嘅事物啊，咁我咪將自己嘅生活嘅嘢擺落去一啲所謂畫作。有陣時都唔談得上咩藝術，只不過係希望將自己嘢畫出嚟，留嚟一個紀念。咁就做咗一啲，擺咗一啲喺近時外國啲一啲叫做藝術展覽啦，同好多畫家一齊啦。咁我就出咗5、6張咁啊細細哋嘅畫咯。Art Valley。即係你都冇上過爸爸嘅堂啦，但係喺佢咁多年嘅藝術薰陶之下，你都創作咗自己嘅藝術出嚟。之前都喺外國嗰邊讀過書啦，咁你係讀咗藝術相關邊一方面？主要我由細到大中意畫畫啦。咁我其實喺中學啊嗰陣時已經係所謂嗰陣，因為中學外國可以自己揀，都係揀科目噶嘛。咁我都揀咗好多關於藝術嘅科目，例如攝影啊、挑塑啊、絲畫啊、印刷啊。咁其實嗰樣嘢都有得嘅。咁就喺嗰時已經自己覺得自己好有興趣，咁就學好多呢啲咁嘅嘢啦，同老師去交流啦。咁去大學我係讀純藝術嘅，咁就喺加拿大 York University 啦。咁就我讀主要係油畫啦、mixed media 啦，同雕塑有關嘅科目嘅。咁就從嗰度開始咧，我自己就做咗好多唔同嘅創作嘅風格。咁用頭先講過啦，唔同嘅物料啦、鏡啊、膠啊各樣嘢我都試過嘅。咁水彩啊各樣嘢當然都係其中一個項目啦。咁之後就慢慢就繼續落去，咁連設計啊各方面我都有涉及嘅。咁翻到香港之後咧，就做嘢，跟住就慢慢就跌咗去一個藝術嘅世界入邊，咁就而家做到而家啦。咁你係咪一翻到嚟香港仲係繼續畫畫啊？定係工作咗一段時間先㗎？咁我翻到嚟香港咧就唔係即刻做畫家嘅，咁我就主要係當時都打工啦，咁要揾食啊嘛。咁做個設計啦，唔同公司啦，室內設計啦，建築公司啦，唔同嘅品牌啦，時裝啦，珠寶啦，咁我都涉獵過㗎。咁但係就全部都係喺關於喺設計同 marketing 方面，咁同藝術都有少少關聯嘅，因為我自己喺讀藝術啦。咁呢樣方面都會幫到我喺呢啲工作上嘅一啲範疇上邊。咁之後就約莫做咗都10幾年啦，13、14年之後咧，咁先至開始覺得自己，咦，真係中意嘅係藝術喎。咁就一起心肝啦，咁仲趁後生啦，可以叫做轉行，咁就出咗嚟就係做藝術啦。咁樣喺你嘅畫作風格方面咧，咁就見到你都有用一啲線條啦，同埋
或者叫做新水墨嘅風格。咁呢種新水墨嘅風格咧，同傳統嶺南派嘅水墨風格有啲咩分別㗎？主要嘅分別咧，其實就係所謂我嘅新水墨咧，其實係我自己嘅水墨。所謂新咧，係因為只不過冇人做過，咁我就做緊一啲自己創作嘅嘢啦。咁話同嶺南派當然有少唔同，因為嶺南派本身係一個有好多傳統喺入邊啦，好多唔同嘅老師咧。之前有好多代嘅嶺南派，譬如我爸爸已經係嶺南派第四代啦。咁佢畫緊嘅嘢亦都係同之前嶺南派畫嘅嘢，亦都已經唔同咗噶啦。咁我更加自然啦，因為我哋冇學過嶺南派嘅任何一筆一墨。但係我當然有睇過啦，我明白啦。當我自己做嗰陣時咧，就做翻自己，因為我冇跟爸爸學，先都講過。咁我就自己做試驗啦，用水墨啦，但係都係用翻一般人用嘅物料㗎。其實譬如中國嘅水墨嘅紙啊、筆啊、墨啊，全部都係其實幾百年前都係用緊嗰樣嘢。但我哋只不過用我自己嘅演繹方式去重新演繹。譬如啲線條點嚟嘅咧？因為我其實好受我工作影響。之前我都講過，我係做設計啦，做過則樓啦，做過室內設計啦，咁都好線條化嘅嗰樣嘢都。咁就係從嗰度咧，我就擺咗我自己嘅感覺上去，線條值都係喺嗰度嚟。另外嗰啲譬如顏色啊嗰樣咧，佢就係喺唔同嘅中國畫或者唔同嘅年代嘅中國畫度交融一齊。咁令到變咗自己嘅風格。Art Valley。嗱，Eric，咁你都係一位年輕嘅水墨畫家啦。咁你點樣睇咧？而家水墨畫喺當代嘅地位同埋發展㗎？而家當代嘅水墨咧，好多啦，比起近時，比起我開始嗰陣時，十幾年前都，我覺得已經係進步咗，蓬勃咗。因為而家有唔同嘅，多咗好多，尤其是香港多咗好多藝術展覽啦。咁都可以俾呢個水墨畫可以叫做有一席位啊！咁呢個都好開心，因為我自己都係畫緊中國水墨。咁佢哋嘅地位啊，咁係慢慢提升緊咯。我覺得因為多咗人做呢樣嘢啊嘛，咁亦都好多年青人做啊。我雖然你話年青啫，仲有一班年青嘅後生啲嘅一班藝術家都係用水墨嚟到做創作嘅。咁我見到都好鼓舞，佢哋畫得好好嘅，其實都好創新啊！亦都可能涉及啲唔同嘅物料啊、方法去做嘅，咁其實都係一個藝術嘅成長啦。咁係一種成全啦，因為我覺得藝術係要變嘅，要攞住一個傳統，要尊重傳統，但係一路要變。咁其實佢哋都係做緊呢樣嘢。咁 Eric，你覺得個市場方面咧，即係而家水墨畫喺個藝術市場上面嘅需求同埋趨勢係點樣啊？其實個市場咧係大咗好多嘅，因為而家好你電腦啦，好多即係 online 都可以買到嘢啦。咁其實個市場係已經係大咗好多。咁譬如有而家好多 international 嘅拍賣公司啊，睇大型嘅展覽啊。咁喺市場上咧，其實嗰個需求我感覺都係越嚟越大嘅。雖然唔係話好迅速咁樣去增加啦，咁但係一年一年咧，其實睇到係多咗好多人對水墨畫嗰個興趣啦，因為多咗人畫啦，又多咗人睇啦。咁自不然會多咗人去了解呢樣嘢，同埋會慢慢好多人喜歡咯。當你了解咗，你就會又深入啲啦，深入啲一啲人就會喜歡。咁慢慢呢個需求就變咗大啲。Art Valley。咁 Eric 啊，我哋而家翻去你嘅創作理念啦。咁咧喺你嘅作品啦、游絲密舞同埋香港格式裏邊咧，你有啲咩特別嘅靈感來源㗎？咁頭先你講咗係兩個唔同嘅系列啦。咁我首先不如講下香港格式先啦。香港格式係比較我所謂出名啲嘅一個系列，可以講翻我細個啦。咁呢幅畫咧係我細個嗰陣時咧，我爸爸咧帶我去中環寫生。咁嗰陣時好細個嗰陣時，應該都係8歲、七八歲到啦，我估計呢幅畫。咁呢個寫緊嘅係 Jardine House 喺上環嗰邊畫過去中環嘅。咁我嗰陣時細個已經係好中意呢個城市嘅感覺嘅。咁再繼續落去咧，咁我就喺中學、大學啊，都係好中意設計。頭先我講過啦，咁設計都係好講線條嘅。咁我就擺咗好多線條感落去我啲創作度嘅，尤其是香港格式。因為我細嗰陣時80幾年離開香港，咁就過咗去外國讀書啦。咁而家咧就翻到香港，覺得咦個面貌變咗好多喎！離開咗香港嗰陣時，由細細個到而家，
咁但係個線條不變，亦都係香港，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大城市，咁多咗好多線條，咁就叫做 ignite 咗我少少一啲靈感啦喺線條上，咁我就加咗好多線條上去我啲畫作度嘅，尤其是個香格式就全部差唔多，我諗8-9成都係線條嚟嘅，咁尤其是用墨嘅線條啦，咁就變咗我自己一個好 personal 嘅 style，就而家廣為人知嘅我Eric Ho 嘅自己一個感覺嘅 style 啦，咁見到嘅都係線條。咁好啦，咁啊講翻油絲墨霧啦，後邊啲花有大嘅就係油絲墨霧。咁油絲墨霧咧，主要咧係講緊一個我個畫畫嗰陣時一種 movement， 一個心態，一個心境。其實佢又冇故事，佢亦都唔係畫緊任何嘢，佢係畫緊墨同埋線，同埋我自己當時一種心裏嘅 movement。咁我就好快咁迅速咁樣將佢變成線條畫咗落去喺塊紙度。咁其實個難度喺邊度咧？呢個我自己其實覺得咧，油絲墨霧係比較難度高嘅。畫呢種畫係因為要用短短幾個線條去撐起一幅咁大嘅咁大嘅紙啊，咁而令到佢係有一個立體感啊、movement 啊，同埋一個不失一個composition。咁呢度係我自己比較覺得挑戰性高嘅一種藝術。Art Valley。咁 Eric 啊，你會點樣評價自己喺藝術圈裏邊嘅角色同埋貢獻㗎？貢獻就唔講得好大，不過咧個角色，我覺得身為一個新派嘅水墨畫家喺香港啦，一個角色就係想推廣水墨啦，中國水墨啦，去一個新嘅領域。因為始終都係覺得藝術係要變嘅，唔可以一成不變做翻近時嘅嘢，但係亦都要尊重翻本身有嘅歷史文化喺度啦，慢慢變，希望可以將中國水墨去帶領到一個新嘅階段，就係多啲人知，多啲人學，甚至乎希望有一日多啲人喺外國都知。雖然而家都知嘅，但係想廣泛啲話俾人聽啊，中國水墨係咁樣嘅，唔係淨係得近時嗰種方法嘅，原來可以演變嘅喎，唔係話近時嗰種方法就一定係咁樣做，一定係畫呢個梅蘭菊竹啊，或者一種某些嘅山水啊咁。所以咧就我自己個責任，我覺得自己係有個重要嘅責任，就係推廣水墨，推廣中國文化藝術，去俾唔同嘅人啦。咁當然由香港開始，因為自己香港人啊嘛。咁希望起碼香港多啲人知，咁可能做多啲展覽啊，或者一啲推廣啊，教下小朋友啊，喺學校上邊做一啲推廣都係話俾佢聽，誒原來中國嘅歷史文化同中國水墨係好有關係嘅喎。咁小朋友知道多啲咧，第時有機會可以做一個承傳，希望佢哋會繼續去喺水墨嗰方面做一啲藝術啊，或者一啲欣賞啊咁樣咯。咁 Eric，你覺得而家年輕嘅藝術家會面臨啲咩嘅挑戰嘅？我諗挑戰好多嘅，點能夠可能喺市場上做一啲研究下，點能夠俾多啲人知啊？點樣去跨過個門檻入去做一啲展覽啊？喺邊度做展覽？究竟你個 target audience 係乜嘢人啊？咁佢哋可能未觸摸到嘅。咁其實個挑戰就係喺嗰度，因為佢自己創作其實冇話挑戰，挑戰喺佢自己度。你話喺個市場上咧，就另外一個挑戰就係佢哋要點樣話俾人聽原來咁樣係中國藝術，咁樣係水墨藝術，呢個係重點我覺得。咁你喺商業上面有啲咩睇法啊？如果講喺藝術商業上咧，其實有唔同啦。當然你話有拍賣會啦，亦都有直接喺 gallery 去買賣或者私人嘅洽購啦。咁有唔同嘅層面嘅呢度。如果講翻藝術拍賣就比較所謂高層次啲啦。咁就唔係話每個 artist 都有機會去做呢樣嘢嘅。但係如果你想去到拍賣市場咧，其實你要做好多嘢啦。當然你要希望你自己嗰個藝術嗰個領域要好高咯，因為要等到國際性嘅人都覺得你係去到一個 level 先可以做到嘅。咁呢個係慢慢做嘅，唔係話一步就我畫得好畫就可以去做藝術拍賣嘅。咁但係咧譬如你話喺畫廊賣咧，亦都唔係咁容易嘅，因為其實畫廊本身自己已經有好多 artist 啦，正常嘅畫廊已經。咁你點樣去打入去畫廊呢個世界咧？咁亦都係有特別嘅難度嘅。其實最緊要就係自己一啲做多啲展覽咯，有機會做多啲，慢慢少少咁俾人知道認識到你 as an artist
某家庭實踐，譬如你又有我又有啲畫係點樣㗎？原來係咁嘅，多啲人認識到，知道呢樣畫就係等於又有，咁人哋就會覺得咦有機會喎，呢個藝術家有佢嘅自己特別風格喎，咁樣慢慢去做。咁 Eric 你自己咧，當你第一幅嘅作品喺拍賣會上面拍賣嗰陣時咧，你嘅心情係點樣㗎？哇，好緊張啊！講翻起真係我緊都記得，應該係2017年3月份。第一次就係有一張我嘅版塊系列。好緊張啊！第一次，因為從未試過啊嘛。咁當然嗰陣時唔係拍得好貴啦。首先都唔係，因為緊張唔喺個價錢度，因為其實買賣對我嚟講都真係唔係咁緊張。但係好希望有人睇到，好希望有人買，係因為希望有人欣賞啊嘛。有人買即係有人欣賞啊嘛。咁真係賣得出，咁好開心嘅。咁嗰陣時咧個心情我記得我唔夠膽去現場睇，我喺網上睇。哇！嗰陣時真係個心真係卜卜跳嗰種，真係卜卜跳，真係係緊張嘅。咁但係好開心，終於賣得出嘅。過咗之後就每一年我都係喺international 嘅拍賣會我都有份嘅。譬如喺22年啊，咁我都有拍咗一張咧。呢度可能睇唔到好清楚啦。anyway 一張啦，咁呢張都差唔多拍咗10萬蚊。咁 anyway 唔係價錢問題，實際有人欣賞係好重要。咁嗰陣時候自己睇到啦，喺 preview 嗰陣時咧，即係拍賣會俾人去欣賞之前咧，好多人都會睇下啲畫啊，問下呢啲嘢。咁嗰陣時我係好 enjoy 嘅，話俾人聽嗰幅畫係咁樣做啊，係咁樣嘅意念啊。咁佢最中意嘅已經好開心嘅，其實係咁慢慢就慣咗，而家冇咁緊張啦。過咗都成17年至到而家差唔多就係7、8年啦。咁我拍賣會已經拍賣咗7、8年我嘅畫，咁而家冇咁緊張啦，放開咗好多啦。Art Valley。咁喺你組織過嘅展覽裏邊咧，有冇一場係令到你特別深刻㗎？有嘅，我諗最深刻就係第一次我爸爸一齊展覽嗰陣時，兩父子展覽係第一次嘅。咁嗰次係最深刻㗎啦，咁多個展覽之中，因為我同佢一個合作性啦，每人一半咁，佢有10幾張畫，我10幾張畫。咁我嗰次係第一次真係真正有自己嘅藝術品係展示喺觀眾面前。喺一個 exhibition 度，咁係好深刻，因為第一次啊嘛，咁仲要同爸爸一齊，嗰陣時好緊張㗎，都係希望好多人去欣賞你啲嘢啦，睇人哋嘅反應啦，我諗係最重要睇一個反應究竟人哋中唔中意咧？會唔會唔想睇啊？覺得好悶啊？或者好 interested 啊？咁當然希望佢哋覺得 interested，咁終於都係好正面嘅，即係十居其九都係俾啲好正面嘅反映我啦，前輩嚟到啦，都有提點應該點做啦，未來嘅方向啦，咁我自己都明白咗，咁而家一路都又繼續向住呢個方向，自己創作到自己好嘅藝術，咁觀眾就會認知你啲嘢。Art Valley。咁都知 Eric 你而家嘅創作風格都越嚟越成熟啦，都見到你有一啲嘅藝術平台㗎喎。係啊，我自己其實主要都有2個嘅，一個叫做水墨弄堂啦。一個就係思無為軒，咁我講思無為軒先啦。思無為軒係我自己個 studio 個名嚟，其實咁就係代表我自己創作嘅地方啦，我自己玩嘅地方啦，即係比較 personal 啲嘅。咁而水墨弄堂咧就係一個推廣水墨藝術嘅一個平台，就係即係比較 public 嘅。我就希望呢個名咧同埋唔同嘅藝術家、水墨藝術家或者唔同嘅藝術範疇嘅藝術家咧，就一齊去推廣呢個藝術嘅。咁呢個就係即係唔話 public 嘅，不過只不過係會有唔同嘅人啊、唔同嘅機構啊、唔同嘅 artist 啊，可能會將埋我一齊去做呢個藝術嘅推廣同發展嘅。咁你對水墨藝術創作咧嘅未來，你有啲咩期望㗎？對我自己嚟講咧，水墨創作咧就好大未來嘅。因為我自己都不停喺度創作緊啦，到而家嘅 moment。咁希望可以做多啲唔同嘅新嘗試啦，例如唔同嘅系列啦。咁我其實舊嘅系列我一路都有做㗎，而家都有做翻嘅。其實6、7年前嘅系列啦，我而家都仲係喺度揣摩緊啊，喺度再反思，再繼續去創作嘅。咁可能未來會有啲新嘅系列出嚟啦，但我自己一向都係唔係咁主張去
逼自己去創作一啲新嘅系列出嚟嘅。我由佢自然發生就發生，唔發生我亦都唔會話我夾硬下個禮拜要諗一個新嘅系列出嚟，或者幾個月後又要諗一個新嘅系列出嚟。我冇定案一個日子或者一個時間表俾自己嘅創作嘅，因為我覺得咁樣就比較好似太過工廠式啦，唔夠 spontaneous。我自己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崇尚呢個所謂自然啦、簡單啦，唔需要咁多逼到自己做乜啊，幾時做完一啲嘢嘅人嚟嘅，比較開心可能咁樣會係啦。咁未來就係試唔同嘅嘢，有機會有同唔同嘅藝術家合作，或者唔同嘅藝術機構合作，咁可能睇下會唔會有啲新嘅火花啦。Art Valley。咁你嚟緊會唔會有個人展覽㗎？問得好喎，其實真係未來會有喎，而家喺度準備緊，應該4月份到啦，4月尾到啦，咁一定會通知你啊，通知大家幾時有個人展覽嘅。不過咧，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嘅個人展覽啦，就會 show 一啲新嘅畫咧，都會 show 一啲我以前未見過未俾大家見過嘅畫，咁等大家會知道我個心路歷程啦。希望可以透過呢個展覽同唔同嘅人交流一啲咯，同藝術家同藝術欣賞者啊，咁多啲交流。咁 Eric，我哋就嚟到最後一條問題，都係最難嘅一條問題啦。咁咧喺你嘅作品入邊啦，都睇到其實係包含咗好多香港嘅變遷啦。咁其實對你嚟講，藝術嘅影響係會點樣反映到香港嘅變化嘅？好問題嚇，又係都真係幾難。藝術其實一向就算西方藝術又好，東方藝術又好，都其實一路都係應該係影響住人，同埋影響住事物嘅，亦都調翻轉，亦都係俾事物影響嘅。因為藝術，我先讀書嗰陣時啊，先生就係話藝術就係反映呢個社會㗎嘛。咁其實真係你每個畫家個題材啊，可能都不離現實啦，可能會將現實抽象化啦，又或者直接就攞現實嘅出嚟，可能畫咗出嚟或者演繹嘅出嚟。咁對我嚟講咧，就香港格式啦，係我自己最 prominent 嘅一個系列啦。咁我都會繼續喺呢一方面去反映香港，因為會有好多香港嘅 building 走出嚟啊，唔同嘅線條啊，因為個城市一路都喺度更新緊噶嘛。咁我就會借用呢個城市嘅轉變啊，咁我亦都會跟隨住呢個城市嘅節奏嘅轉變咧，而將我自己藝術咧慢慢去變嘅。咁不過如果你哋即係普羅大眾咧見過我自己嘅藝術咧，或者算話香港格式咧，其實都唔係好特別見到香港某啲 building 喺度，或者一啲好直接嘅，都係一啲比較叫做抽象式啲畫出嚟嘅。因為我想留翻一啲空間俾睇嗰個人去感受香港，唔係淨係得我話香港係咁樣。畫咗呢個 building 出嚟，就等於呢個 building 或者呢個中環或者呢個銅鑼灣，我就冇咁做嘅。我就留翻個空間俾睇嘅人去擺自己嘅思維、自己嘅記憶、自己嘅認知對香港認知擺埋落去。咁我覺得就係一個 perfect match for 嘅呢個藝術嘅作品。多謝 Eric 今日嘅分享，等我哋對佢嘅創作理念有更加多深入嘅了解。嚟緊，等我哋一齊嚟期待佢未來嘅畫作，同埋都祝願佢嘅展覽可以成功。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藝術真人品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你哋有任何嘅問題想問 Eric，都可以喺 comment 嗰度留言。今日嘅時間嚟到呢度，拜拜。Art Valley。